你好，歡迎你，我係619，為你聲音導航。今日我哋要一齊深入一個 UFO 史上最傳奇，亦係最多爭議嘅人物——瑞士農夫 Billy Meier 嘅世界。佢聲稱經常同昴宿星人接觸，仲有海量證據。究竟係世紀大發現，定係精心佈局嘅騙局？我會分上下兩集同大家一齊揭秘。一張模糊嘅金屬相片，竟然成為流行文化裏面 I want to believe 我相信嘅標誌。呢一切都源自一個瑞士鄉村斷咗隻手嘅農夫 Billy Meier。佢話自己經常同外星人傾偈，仲影埋相、拍埋片。佢究竟係天選之人，定係一個好識講故仔嘅創作天才？我由頭講起。1937年，Billy Meier 喺瑞士蘇黎世一個小鎮出世。佢話自己5歲，1942年嗰時就已經喺森林入面第一次接觸一位叫做 Sfav 嘅昴宿星老人。不過呢個特殊經歷令佢細個嘅時候就被當成係怪人。佢讀書唔成，青少年時期有輕微犯罪記錄，試過因為偷竊同偽造文件入獄，之後又潛逃。佢曾經被送入精神病院，但跳窗逃走嘅時候整傷隻腳。為咗揾出路，佢加入過法國外籍兵團，不過好快又離開。之後佢用咗12年時間，遊歷咗全世界42個國家，打過好多唔同嘅工，亦深入研究唔同嘅宗教。1965年，佢喺土耳其遇到嚴重車禍，從此失去左臂。呢個意外亦成為佢人生嘅轉捩點。Billy Meier 聲稱1975年1月28日，中斷咗好多年嘅外星接觸重新開始。今次嘅主角係 Sfav 嘅孫女，一位叫做 Samiasi 嘅昴宿星女性。之後仲有另外一位叫 Pata 嘅外星人加入對話。佢話接觸有時係面對面，有時係透過心靈感應。收到感應嘅時候，感覺就好似一陣冷風從額頭通過。獨臂嘅佢會揸住電單車，帶住部相機去指定嘅地點等候飛船出現。據 Billy Meier 描述，呢啲昴宿星人樣貌同北歐人好相似，佢哋嘅目的唔係侵略，而係傳遞關於靈性提升、宇宙知識同對地球生態危機嘅警告。由70年代開始，Billy Meier 公開咗過千張非常清晰、充滿金屬質感嘅 UFO 照片同短片，仲有聲稱係外星人允許佢拍攝嘅光速飛船。呢啲影像迅速喺全球 UFO 愛好者圈引起轟動。佢仲聲稱擁有外星金屬樣本、飛船聲音嘅錄音，甚至係一支可以射穿樹幹嘅激光槍。為咗分享信息，Billy Meier 喺1975年同支持者成立咗 FIGU 呢個非牟利組織。組織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宗教色彩嘅團體。Billy Meier 亦自稱係歷史上第7位先知嘅轉世。Billy Meier 喺1966年同一位希臘女子結婚，並育有數名子女，但係呢段婚姻後來亦成為爭議嘅一部分。一個獨臂農夫點樣創造出成千上萬人相信嘅星際傳說？佢嘅照片係咪真係毫無破綻？佢預言嘅未來又點解會成真？雖然佢擁有大量追隨者，但質疑嘅聲音從來冇停過，而最大嘅指控竟然嚟自身邊最親近嘅人。下一集我會擺出所有正反兩面嘅證據，用放大鏡同理性判斷 Billy Meier 事件嘅真偽。我哋下集見。如果你鍾意我為你聲音導航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我係619，多謝晒。